大家好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我好少講個經歷，就係當年咧打理第一筆比較大額嘅資產嘅時候，其實令我最深感受咧就唔係興奮，反而係一種實在嘅壓力。因為你知啦，其實理財唔係淨係數字啦，可能係你嘅積蓄同埋你一生嘅心。所以今天咧想同大家坦誠分享一下咧，有3種唔同嘅心理變化。第一階段咧，其實係恐懼，好驚做錯決定。於是咧，將好多決定權啦交俾一啲資深嘅人，但係咧，將自己財富完全交託個可能唔係好了解你嘅人咧，其實本身咧就係一個風險。呢個咧係我第一個好大嘅學習。二階段咧，其實係焦慮喎。咁因為咧，當你開始學多咗好多唔同嘅投資知識，識睇唔同嘅報表啦，咁成日咧都心諗可能想跑贏個大市。成日咧想捕捉每一個波，好似咧你啱學跳舞咁咧，左穿右插，好容易咧就踩親人隻腳，或者咧令自己失去咗個平衡跌低。呢個階段咧，亦都令我交咗唔少個學費喎。第3階段咧就係平和，我終於咧可以接受到啦，財富管理咧其實唔係短跑，其實係一個馬拉松。其實個目的咧係為咗服務你嘅人生，而唔係反過嚟咧成為你嘅飯。咁我開始咧專注咧建立一套咧簡單穩健同埋自己能夠明白理解掌控嘅系統。咁當我個心態啦從我要贏變成咧其實我唔想輸，成個決策同埋質素嘅質量咧都真正大大咁樣提升。即係如果你都感覺過呢種嘅壓力啦，我好想話俾你知，好正常嘅啫。咁關鍵咧就係你要容許自己學習同埋成長。財富管理啦，到最後其實係一場認知、認識自己、管理自己嘅修為。咁我就係咁行過嚟噶啦，希望繼續咧陪伴我嘅客戶朋友一齊咁樣行落去。